各位堂仔大家好啊！今個星期就去翻 D50呢一份筆記啦。OK，咁麻煩你幫 Miss 對你手頭上嗰份筆記同唔同 Miss 一樣。OK，好啦，第一頁個位置係重溫我哋兩位數嘅加減嘅。咁呢一度呢 Miss 大概呢俾8分鐘嘅時間你去完成嘅。開始。好啦，假設你完成咗啦，咁就同 Miss 一齊對翻呢度嘅答案啦喎。第一題啦，73再加25會等於幾多呢？ OK， 寫翻直式嘅時候呢，上下嘅數字要對齊啦，跟住由右至左計數，咁先計咗3加5會等於8嘅。OK， 然之後再加7加2會等於9，所以最後尾係會等於98嘅。OK。好，再落去下面嘅第二題啦。60加幾多會等於68呢？ OK， 咁前面 Miss 講咗啦，上下嘅數字對齊啦，由右至左計數。咁0加幾多會等於8呢？ OK， 咁0加8會等於8嘅。OK， 咁好啦，前面呢一度呢，佢得一個6字，證明呢一個位置係冇任何嘅數字，咁所以你唔可以寫翻個0字嘅。OK， 就咁寫翻個8字就 OK 啦。好，第三題啦，88減幾多會等於22 ？OK， 上下嘅數字對齊，由右至左計數啦。8減幾多會等於2呢 ？OK， 咁即係8減6會等於2啦。同樣地，呢度都寫翻個6字嘅。OK， 咁你寫嘅時候記住你嘅數字啦，一定要上下對齊嘅。OK， 唔對齊嘅係會被老師扣分嘅。OK。好，再落去下面嘅第5題啦。69減幾多會等於48呢？ OK， 同樣地，上下嘅數字對齊，無論加數減數都好。OK， 然之後都係由右至左計數。9減8會等於1，6減4會等於2，所以最尾係會等於21嘅。好，再落去下面嘅第7題啦。31加25會等於幾多 ？OK， 如果係一條橫式嘅話，你自己需要呢寫翻直式計數㗎。好，上下嘅數字對齊，由右至左計數。1加5會等於6，3加2會等於5，所以最尾係等於56。OK， 好，第8題幫住大粒星星啦喎。64加36會等於幾多？同樣地啦。上下嘅數字對齊，由右至左計數嘅。咁4加6係等於10，有進位。6加3會等於9， 9再加1會等於10喎。咁所以啦，呢一個位置會等於100嘅。而且呢個1字呢，你寫直式嘅時候，個1字呢，你應該呢係再褪前一個位㗎啦喎。OK， 夾唔夾到？好，再落去下面嘅第2部分嘅第1題啦。水果店呢有24個橙、31個梨、58個蘋果。最尾係問你蘋果比橙多幾個 ？OK， 當個比字同問號黐埋一齊嘅時候呢，係代表一個叫相差。相差一定作一個減數嘅。OK， 咁呢度係蘋果同埋橙嘅比較啦，咁就梨係個冇用嘅資料。追翻58減24 ，OK， 8減4會等於4，5減2會等於3，所以最尾係等於34個嘅。第2題啦，小東買玩具用咗去65元，餘下22元嘅。咁啊，小東原有多少元？原有即係未買嘢之前有幾多，所以記住作一個加法嘅。OK， 65再加22，5加2等於7， 6加2等於8，所以最尾係等於87元嘅呢一度。好，再落去下面嘅第3題啦。美樂呢有87粒嘅糖，送咗14粒俾何米之後呢，餘下糖多少粒？餘下即係問你剩得有幾多，所以作一個減數。減數嘅時候一定係大數減一個小嘅數字，將87減14。好。同樣地寫直式嘅時候，上下嘅數字要對齊嘅，然之後由右至左計數，7減4會等於3，8減1會等於7，所以最尾係等於
73粒嘅，OK 嗎？間唔間到？好啦，再揭去第二頁啦，OK。第二頁係有關於我哋進位嘅呢一個計算嘅，OK。咁呢一頁呢，大概都係俾8分鐘嘅時間你去完成嘅。開始。好啦，假設你完成咗啦，咁就同 Miss 一齊對翻呢度嘅答案啦喎。第一題啦，69加29會等於幾多？OK。上下嘅數字對齊，由右至左計數。9加9等於18。你記住有進位，將個8字寫喺呢一度啦。6加2等於8，8再加個1等於9，所以最尾係等於98嘅。OK。好，第三題啦，35加48會等於幾多？同樣地，上下嘅數字要對齊，由右至左計數。5加83有進位1嘅，3加4等於7，7再加等於8，所以最尾係等於83。OK。咁記住你寫落去嘅答案嘅數字呢，都要同上面嘅數字對齊嘅，唔對齊嘅係俾你嘅老師扣分嘅。OK。好，再落去下面嘅第四題啦。37加59會等於幾多？好，上下嘅數字對齊，由右至左計數啦。7加9 16有進位嘅，3加5係8，8加1會等於9，所以最尾係等於96。OK。好，第六題啦，19加23會等於幾多？上下嘅數字對齊，由右至左計數。9加3 12有進位，1加2係3，再加1等於4，所以最尾係等於42嘅。OK。好，再落去下面嘅第七題啦。38加42會等於幾多？上下嘅數字對齊，由右至左計數。8加2等於10，所以有進位，寫翻個0字啦。3加4等於7，再加1會等於8，所以最尾係等於80嘅。好，第九題啦。73加18會等於幾多？上下嘅數字對齊，由右至左計數。3加8進位11，7加1 8，8再加1係9，所以最尾係等於91嘅。OK。好，再落去下面嘅第10題啦喎。85加32會等於幾多呢？上下嘅數字對齊，由右至左計數啦。5加2會等於7。OK。8加3係11嘅，咁所以記住啦，再進位嗰個數字個1字，你要褪前一個位，咁佢代表8位嚟㗎咯噃。OK。咁所以正確答案呢係等於117嘅。OK。好，第11題啦。43加65會等於幾多？上下嘅數字對齊，由右至左計數。3加5會等於8。4加6等於10，所以記住啦，個1字要褪前一個位啦，所以最尾係等於108嘅。OK。好，第12題啦。91再加36會等於幾多？上下嘅數字同樣你都一定要對齊㗎啦，由右至左計數。1加6會等於7，9加3會等於12嘅，咁所以個1字要褪前一個位，個2字就係寫喺10位嗰度啦，所以最尾係等於127嘅。OK 嘛？計唔計到？好啦，再企去第3頁啦喎。OK。第3頁咧係有關於3位數加3位數嘅計算嘅。OK。咁呢一度 Miss 做翻1、2條嘅例子，剩低交俾你自己試做嘅。OK。好，第13題啦。169再加229會等於幾多？上下嘅數字全部對齊嘅，同前面兩位數一樣嘅，都係由右至左計數嘅。OK。咁你就計翻9加9 18，有進位，寫翻個8字，然之後計翻10位嘅數字啦。6加2會等於8啦，8加1會等於9。OK。好，最尾再計翻8位嘅數字，1加2等於3，所以最尾係等於398嘅。
第14題啦，373再加128會等於幾多？同樣地，上下嘅數字一定對齊嘅，由右至左計數。OK， 好，先計翻3加8 11，所以有進位寫翻個1字，然之後計翻10位嘅數字，7加2 9 9再加1等於10。如果係大於等於11，繼續進位，咁寫翻個0字。OK， 好，最尾再計埋8位嘅數字啦，3加1再加1係等於5，所以最尾係等於501嘅。好，Miss 再做多最尾一條例子，咁剩低就交俾你自己自做啦喎。OK， 好，第15題啦，281再加348會等於幾多？上下嘅數字對齊嘅，由右至左計數。OK， 好，1加8會等於9，繼續8加4 12有進位，寫翻個2字，繼續8位嘅數字2加3會等於5，5再加1會等於6，所以最尾係等於629嘅。OK， 好啦，剩低嘅題目 Miss 俾少少時間你自己試做咯喎。OK， 咁 Miss 大概俾7分鐘嘅時間你去完成嘅，開始。好啦，假設你完成咗啦，咁就同 Miss 一齊對翻到嘅答案啦喎。第16題啦，109加21會等於幾多？上下嘅數字對齊，由右至左計數，9加1會等於10，有進位。0加2再加1會等於3，你呢度冇數字相加，所以個1字就要拉落嚟啦。咁所以最尾係等於130嘅。第17題啦，275再加42會等於幾多？上下嘅數字對齊，由右至左計數，5加2會等於7，7加41有進位，2再加個1進位等於3，所以最尾係等於317嘅。好，再落去下面第19題啦。173再加208會等於幾多？上下嘅數字對齊，由右至左計數，3加81 OK 有進位，7加0等於7，再加個1會等於8，1加2會等於3，所以最尾係等於381。好，第21題啦，129再加137會等於幾多？每一次都係嘅，上下嘅數字對齊，由右至左計數啦。9加7 16有進位，2加3會等於5，再加1會等於6，1加1會等於2，所以最尾係等於266嘅。OK， 好，再落去下面嘅第22題啦喎。252再加129會等於幾多？上下嘅數字對齊，由右至左計數，2加9 11有進位，5加2 7再加1係8，2加1會等於3，所以最尾係等於381。好，第24題啦，223再加367會等於幾多？上下嘅數字要對齊，由右至左計數，3加7等於10，所以有進位。2加6等於8，再加1等於9，2加3係等於5，所以最尾係等於590嘅。OK 嗎？跟唔跟到？好啦，再佢第4頁啊。OK， 第4頁咧係有關於3位數嘅文字題嘅。OK， 咁呢一度 Miss 同你一齊做咗第一條嘅例子，剩低 Miss 要俾翻少少時間你自己去完成嘅。OK， 好，第一題啦，波鞋呢係售283元，皮鞋比波鞋貴162元，皮鞋售多少元嘅。OK， 當我哋出現咗比照，做翻我哋三部曲圈間子，圈個貴字，間得個比字，只去俾前面主角啦。貴啲即係佢俾多啲錢，咁所作一個加法嘅。OK， 好，最尾都係要計翻個皮鞋有幾多錢，所以啦，283再加162喺空白個位置寫翻直式計數啦。直式嘅時候呢，上下嘅數字要對齊嘅。
由右至左計數，3+2會等於5，8+64有進位，2+1再加1會等於4，所以最尾係445元嘅。OK， 好啦，剩低嘅題目呢 Miss 大概俾6分鐘嘅時間你去完成喎。開始。好啦，假設你完成咗啦，咁就同 Miss 一齊對翻呢度嘅答案啦喎。第二題啦，生菜呢係有106斤，白菜呢係有277斤。OK， 有菜多少斤？即係包括咗生菜啦，加埋個白菜嘅。OK， 所以用翻106再加277嘅。OK， 好，喺空白個位置寫翻直式計數啦。上下嘅數字要對齊嘅，由右至左計數。6+7 13有進位，0+7再加個1等於8，1+2會等於3，所以最尾係等於383斤。OK， 所以無論係2位數嘅文字題啦，或者3位數嘅文字題啦，一定要圈出個重要字眼嘅。OK， 好，第3題啦，小金重65斤，小傑比小金重48公斤，小傑重多少公斤？又出現咗比字啦，要做翻3部曲圈間字，圈個重字間低個比字，即係比前面嘅主角啦。重啲即係佢多啲咁解，所以作一個加法。最尾都係問阿小傑重幾多，所以將65再同48相加。好，上下嘅數字對齊嘅，由右至左計數。5+8進位13，6+4等於10，10再加1，所以呢度等於11，所以最尾係等於113公斤。OK。好啦，再落去下面嘅第4題啦喎。OK， 花店有235支嘅黃玫瑰，37支嘅白玫瑰，紅玫瑰係有118支。OK， 花店有白玫瑰啦和紅玫瑰多少支？和即係代表加嘅意思。OK， 將37再加118，寫直式嘅時候需要將多位數排喺上面，37就擺喺下面啦。OK。上下嘅數字對齊，由右至左計數嘅，8+7 15有進位，1+3再加1會等於5，呢個1照拉落嚟，所以最尾係等於155支嘅。OK 嗎？跟唔跟到？好啦，冇問題嘅，今個星期課堂就咁多，剩低嘅作為功課部分嘅。OK， 咁你完成咗之後，需要影相交俾你嘅老師去改正嘅。冇問題的話呢，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啦，拜拜。